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哇，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！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！Let's go！ 请李汉文委员帮我们介绍一下向上学院。好，我是向上学院的校长，我们已经23年了，在这个矽谷。那我们的学校呢是着重于这个教育，还有就是文化的传承。那我们学校的那个program 呢有英文、数学还有中文。那英文就是教演讲的技巧，是这样。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童玩节。我们今天提供的有这个水彩催画，还有折纸，然后还有就是scratch paper， 就是磨砂 paper， 然后可以印出来很多不同的造型的树叶。然后呢，得奖的小朋友呢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小灯笼，是这样的，对，所以很高兴今天呢有这么多的家长来，我们已经从早上9点半忙到现在了，然后我们的老师非常的繁忙，忙到没有时间上洗手间，是这样。好的，是非常感谢汉文委员一直支持我们文体会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不客气不客气，文体会也14年了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很高兴文体会今年是14年，像一个孩子从0岁成长到现在已经变成 teenager 了，14岁了，是真的很不容易。好耶！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